尔企业家被逮捕，著名的维吾尔企业家肯吉肉孜阿图什被逮捕。中国当局继续打压有影响的人和富人。据最新消息，给100多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乌鲁木齐帕尔拉克宾馆和帕尔拉克地毯公司董事长肯吉肉孜阿图什被中国警察带走，并关进集中营。该公司年收入达几百万美元。肯吉肉孜被捕的原因尚未透露。特朗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周日，大批从洪都拉斯等国来的移民组成的大篷车队已经成功进入墨西哥边境，并试图进入美国。周一，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已通知边境巡逻队和军方，意味着特朗普有可能于年内第2次向边境增兵。中国高官访问以色列引起关注。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22日起开始访问中东等国家，目前他正在访问以色列，并获得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热情款待。内塔尼亚胡说，这是过去18年来中国领导人最重要的一次访问，这是两国友谊不断增长的迹象。他还说，中国国家副主席访问以色列这一事实，就是对以色列的一个巨大的认可，也反映了中国和以色列关系不断增进。但是王岐山的到访也引发了以色列内部一些人的警惕。以色列国防官员警告，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可能会给以色列带来安全风险。特朗普称不满意沙特对卡舒吉被害的解释。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他仍不满意沙特阿拉伯对记者卡舒吉被杀害事件的说法，但他不想失去来自沙特的投资。特朗普表示，他与王储穆罕默德进行过会谈，并已安排工作团队在沙特和土耳其调查这一案件。中国非洲猪瘟疫情持续扩散。中国农业部宣布，在中国各地发现了非洲猪流感疫情。中国农业部在关于这一主题的声明中表示，研究结果表明，位于中国东部的重要工业地区浙江省下属的一个城市发现了猪流感疫情。